什么要拨款？你为什么要拨款？你为什么要拨款？不要动手！去立场，开会，去立场开会，开会。下去。打人了！你为什么要拨款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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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看你怎么甩，这不是新人，这不是新人。你到底敢跟他老婆的？去立场，开会，去立场开会，下去，更小。好啦，去立场开会，更小。咱头家伤好你安尼坐安尼啦，不要让人家伤富啦，不要让人家伤富，委员不要性骚扰，委员性骚扰。立场开会，就像你们度假那般，感情那么拉手啊！我就不该，我在打呀，我都忘了。走起！不要勒了，好了啦，不要让这个小心点，会摔倒。走起，小心！委员，我警告是，维权。6个人可以吗？